好，阿仙奴自足總杯被曼聯淘汰之後，啱尋晚喺聯賽又再遇曼聯，兩場嘅結果都係打和，亦都係同樣1-1，對兩隊波嚟講都各有啟示啦。第一就係曼聯而家喺阿摩廉手上真係最適合用防反嘅戰術，尋日又一次證明啦，所有入肉兼有機會增添紀錄嘅攻勢，全部都因為由呢個踢法而嚟，喺執行戰術上邊就絕對已經非常好噶啦。對阿仙奴嚟講又有兩個啟示喎。第一就應該可以正式投降，就無法阻止利物浦奪得今屆嘅英超冠軍。我講咗會去到下個禮拜甚至4月頭先正式扯白旗嘅，但係我一早都唔睇好阿仙奴可以同佢哋爭一日啲長短。結果啱啱呢3場接連失分甚至輸波嘅情況之下，基本上就將個獎杯拱手相讓啦。而另一個緊要嘅就係當球隊面對立心歸宿、立心守佢嘅球隊嘅時候，仍然都係欠缺方法嚟到破局嘅。尋晚嘅表現表面上好似比以往嘅1-2場好少少，但係一部分球員嘅表現仍然都係低迷，所以夏天嘅組軍我諗高層又好，阿迪達又好，真係需要諗諗。我上集講嘅貝達已經去到同球會傾緊細節合約噶啦，咁應該就好快會官宣正式成為球隊嘅體育總監。即管睇下會唔會令到球隊一個新嘅氣象。我今集刻意咧就先講晒我啲感覺，然之後咧就講兩隊個別球員嘅表現。再一次見到咧，當曼聯唔需要打全控，球員嘅發揮就輕鬆好多，冇綁手綁腳嘅感覺。尋晚就算用艾力神同埋卡斯美路兩大嘅老將，因為打法嘅緣故，加上阿仙奴嘅老鼠拉龜，就絕冇令到佢哋嘅弱點暴露咗出嚟，而且反擊嘅效率亦都真係做到。同時間都睇到阿仙奴嘅中場有陣時面對啲反擊都係跟唔切啊！尋日呢，如果唔係拉雅真係下半場有幾個嘅神救，包括頭段對方嘅命射同埋最尾壓哨嗰2下連環撲救，基本上真係輸得。反觀阿仙奴，其實上半場坦白講表現真係好乏善可陳，但係其實有幾下呢，見到球隊係有心想利用走位嚟到扯散曼聯嘅後防，但係唔係好成功。好啦，對到下半場中段打後嘅時間，其實我見到球隊多咗用中場，然之後放個長波嚟到邊路，呢啲攻勢係直接咗，亦都唔需要下下要靠奧隊奧迪加特。咁做呢啲直接嘅攻勢，反而令阿仙奴嘅埋門和威脅力係大咗嘅。所以你去到中後段嘅時間，其實同曼聯都互有機會。當然入肉嘅情況嚟講，曼聯係更加到肉啦。但係呢點呢，我相信阿迪達係值得諗下，調教下球隊喺場上邊嘅攻勢。一係呢，就好似我頭先所講，球員嘅走位同埋傳送真係要更加好嘅配合。如果唔係呢，我相信下季就算有人員嘅轉換，今季喺攻擊力上邊嘅疲弱，我相信會繼續持續落去。當然啦，我相信夏天一定會買射手。但買手射手之後，咪等於個問題一定會被解決呢？我係相信個打法，就算唔需要大轉變，一定要有我頭先所睇到嘅微調啊，先有可能令到球隊走出呢個困局。不過咁講啦，如果叫曼聯打返主攻嘅話，佢之前嗰啲問題又係會出返嚟。咁而家阿摩廉肯折衝，成隊波褪後返打，不失為一件壞事。但係部隊可唔可以一次好似佢喺士砵亭咁樣，俾到時間佢由務實防守性嘅打法，可以喺下季慢慢推返球隊上去啲侵略性高、用波同埋走位配合性強嘅足球呢？我覺得佢遇到嘅困難將會比我頭先講阿仙奴嘅困難大好多。呢個我諗真係會考起阿摩廉真正嘅執教能力。先唔好講咁遠啦，講返今場兩隊波有個別球員表現，我都覺得值得要講下。
嗱，其實今場波曼聯係極多傷兵，多股又要停賽，所以頭先我講咗點解要用翻兩大老將喺中場呢？而因為約奴半場都被換埋走，要用本身阿仙奴青訓兼等緊佢上位一隊嘅希雲，但係就俾曼聯叫走咗。咁啊，尋日估唔到，除咗迎來佢第一次喺一隊登場之外，咁快就可以倒戈對翻自己嘅母會。希雲下半場嚟講啊，確實係一個驚喜。佢打左中堅嘅，首先就要面對拿旺地，拿旺地被換出之後就要對住馬天尼尼，但係就絕對毫無懼色，同埋都真係幾穩陣，有一兩下嘅埋身搶截係好清脆，起碼就睇到呢個球員有可做嘅條件。當然第一場就唔需要讚得佢咁犀利住啦，要係後備出場喎。但係如果好似而家咁樣傷兵滿營嘅時候，絕對有能力可以頂到嘅。如果餘下嘅賽季時間佢都有啲出場機會嘅話，睇下下季會唔會就係一個重點培訓嘅後防新星啦。咁尋日入球功臣般奴費南迪斯，咁就冇我之前有一場講過咁搶鏡，但係嗰個罰球咁樣越過人牆墜翻落嚟，又真係射得唔錯嘅。當然呢球如果嚴格嚟講，雖然阿仙奴嘅人牆同埋門將拉也都係咁企噶啦，係冇問題嘅。但係拉也嘅反應似乎有少少慢咗，因為般奴費南迪斯墜落嚟嗰個角度其實就唔係十分刁鑽嘅。對於拉也嚟講，呢樣嘢就尋日一個少少嘅瑕疵。咁但係都冇辦法啦，比賽時候個千鈞一髮嘅時間，你慢咗就慢咗，冇辦法。反而達洛尋日打返左手邊，我覺得佢表現比喺右手邊會好啲啊。但係最有驚喜嘅就係加拿祖，第一咁啊，佢尋日正選啦。咁以往佢正選俾人嘅表現同埋感覺就冇後備咁好嘅。第二就係佢今場幫佢打右手邊啦，別於佢以往慣常嘅左手邊。哇！但係個效果咧就非常之唔錯。呢個效果上半場更甚，頻頻咧你見到右手邊佢都係發難成功，甚至乎可以帶埋入嚟中間俾埋隊友。嗰啲突破同埋威脅咧都不比佢喺左手邊弱啊。所以尋日嘅表現嚟講，我覺得更加好添。呢點咧係要備忘下嘅。舒克斯表面上尋日未必有好大貢獻，但係其實近期呢，見到佢喺球隊嘅表現真係有進步，起碼作為第一點嘅作用、護波等等，真係比之前好嘅。咁當然絕對未去返佢喺博洛尼亞嗰陣時咁生猛嘅水準，但係嗰個箭嘴係向上緊㗎。調翻轉頭呢樣嘢，賀龍我真係覺得需要加把勁啦。如果唔係佢之後被用到嘅機會，我相信唔會好多。而年青球員嘅哥利亞仍然後備出嚟都有少少表現嘅。阿仙奴當然一定要再提奧迪加特，今季表現真係低沉嘅。尋晚表現相信不少亞迷仍然都覺得佢好唔合格嘅。第一就將佢啲單提嘅缺點就再次暴露出嚟啦。第二就係尋日好多時喺右手邊想幫拿旺嚟守，但係兩個甚至加埋右閘嘅天巴，其實都幾各自為政，冇乜配合。反而見到奧迪加特喺右手邊就少少幫到忙。而家嘅情況呢，就係俾人感覺到好想控定個波，好想做到策動嗰個角色，但係真係幾事與願違咯。好多時見到佢兩腳嘅時間太多啦，仲要自己轉埋圈都俾唔到隊友。但係稍為有少少安慰嘅就係佢啲埋門似乎有少少翻嚟，見到佢射一兩腳呢，啲準程度都開始有翻啲譜啊！睇下會唔會係一個反彈嘅少少跡象啦。總括嚟講，今季對於奧迪加特嚟講真係一個幾噩夢嘅球季，都暫時證明佢同世界級中場呢幾個字距離都較為遠啊！反而我覺得拿旺尼其實右手邊如果佢自己一個人單打獨鬥呢，其實都有威脅㗎，係防守意識差咁啲咯。所以我覺得應該之後點解被換走嘅嗰個原因。但係如果呢個位置佢同天巴可以夾熟啲，其實可以做到疊加嘅作用啊！天巴其實即時上嚟助攻呢都有啲料到㗎。另一個有少少估唔到嘅就係後備入替嘅馬天仔呢，今季表現亦都係令人失望啦。當然。
但係佢今場波入咗嚟之後，喺右手邊其實都有啲威脅㗎。個程度上，佢打左手邊可能仲有啲新鮮感。情況呢可以同頭先講嘅加拿祖比較下。咁當然右手邊本身除咗添巴仲有賓韋特都可以打嘅，仲有沙卡仔未復出啊嘛。但係如果馬天仔被發覺到右手邊打到嘅話，起碼唔使用死沙卡仔，或者唔需要將佢嘅角色咁單一化咯。嗱，至於美連奴同埋托沙就真係好麻麻啦。托沙仍然咧都冇嗰陣嘅銳利程度，美連奴更加喺中前場其實都甩過幾次添。好彩後邊都叫做有人包抄翻，但係頭先所講啦，其實中場柏迪同埋懷斯嗰陣時都唔係好跟到對手嘅反擊㗎。雖然柏迪今季嘅表現真係唔錯，懷斯尋日除咗入過一球掟嘅峨眉月射門之外，其實佢翻後攔截亦都絕對有水準。如果冇埋佢呢位活動範圍較大、攔截力嘅球員呢，相信阿仙奴中軸位其實都係一個問題所在，都因為奧迪加特嘅不濟啊嘛，攞唔到中場嘅優勢。反而你見到呢，卡拉費奧利就喺換出之前，尤其是上半場有幾下呢，都幾肯走位嘗試點樣奧迪加特嘅傳送，但奧迪加特俾唔到佢啊，浪費晒呢佢嗰啲後上埋門或者入禁區嘅能力。其實個時間佢係做得幾好嘅。左手邊呢，其實卡拉費奧利就希望佢唔好成日傷，助攻助手其實係發揮到應該有嘅水準。如果球隊所謂嘅左八位置、左中場真係可以多啲俾史基利試下呢，其實都不失為一個嘗試嚟嘅。尤其是而家都少用咗冼真高好多啦，收咗呢嘅夏維斯，我覺得已經唔係打呢個位置嘅最佳人選㗎啦。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位，阿迪達係需要諗嘅。雖然曼聯我講咗嚟緊下季面對問題係大，但係阿仙奴要執嘅位置都唔會少咯。暫時知道就佐真奴同埋泰亞尼離隊機會都會大嘅。富安要相對出年嘅年頭，所以冇咁快賣走或者放走。加比哲西斯都係一個問號嚟嘅，所以我覺得就嚟緊夏天嘅轉會窗，阿仙奴嘅組軍都係其中一個焦點。但係而家阿仙奴就非常之可以專心歐聯8強，可唔可以進啲一步對住皇馬或者馬體會啦？基本上大勝完 PSV 之後，第二回合應該都幾輕鬆嘅。而曼聯仲有嘢爭嘅，歐霸同埋足總杯。首先睇下嚟緊呢個禮拜翻主場可唔可以搞掂黃蘇先，因為理論上佢哋一定要爭呢個杯嘅，已經好肯定冇得靠聯賽嘅成績嚟到打歐戰啦。所以個重點暫時應該都會係擺喺歐霸呢個戰場入邊。雖然真係傷兵好多啊。好，咁呢集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